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新股速遞。今日同大家介紹嘅 IPO 叫做漢天天成啊，上市編號2726嚇。公司方面咧就係一個所謂全球碳化硅 SiC 啊，咁呢個原材料啊，咁啊當然喺呢個半導體上面會相對啦，有個咁嘅即係叫做所需材料啊，咁啊食到一個半導體身材咁嘅概念喺度嚇，相對吸引嘅。3月20號開始招股，3月25號早上9點30分截止認購啦。上市日3月30喎嚇，發行價格咧就係76個2毫6啊。每手入場費3800蚊多啲，集資額咧16個億多啲。咁睇翻同半導體行業相關嘅咧嘅選項咧，其實都較即係被市場咧就關注同埋追捧，所以我預期呢隻股份咧應該都會有人爭嘅，有得短線有啲投資嘅空間喺度嚇，投機空間。大家即管有興趣就去認購啦。我係證監會持牌人，以上所講過嘅股份我係冇財務權益嘅。